行政议会通过刑法修正草案，食毒驶车害人死亡，上侪判12年，若搁再犯，上重无期徒刑。韩国出现选票印无够的争议，检警搜查，不过上坡区的票箱却传出已经予人处理掉啊。世界杯足球赛伫台湾时间6月12分点过就要起鼓，各地维安升级，中国嘛有举办活动。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食毒驶车讲袂存车，为着要防止毒驾，行政议会今仔日通过刑法修正草案，食毒驶车害人死亡，上重会当判12年。若是讲这个人伫咧10年内搁再犯，安尼上重会当判到无期徒刑。我是你的。警方处理车祸捡到电子烟，这个人一直辩解。你现在是E-Tomis阳性。这个查甫人吹查食毒驶车载查某朋友，伫新北市中和弄到一台奥多拜，害人骨头断去。男子疑似因施用毒品后致精神状态受影响，追撞前方停等红灯之机车。食毒驶车害人搁害家己，犯过纪录片的也真多。新北市公告上新的累犯名单，其中这个死判的查甫人1年来4遍食毒驶车，被禁止考驾照10年，过纪录片无照驶车。第一次毒驾的时候，其实是他已经被注销1年了。那后面的话，已经还有3次嘛，他每一次都被禁考3年，他就是违规无照，然后就是一直上路。毒驾影响治安，社会正注意。行政议会10月通过刑法修正草案，将食毒驶车甲啉酒驶车分开，提悬食毒驶车的刑责。若敢若是食毒驶车，刑期提悬到5年以下；致死人重伤，对上重7年提悬到上重10年；弄死人上重判12年。若是10年内搁再犯，上重也是无期徒刑，上计至少7年。本次也增订了有关于没收行为人或第三人车辆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规定，是为了遏止车辆的所有权人任意或无正当理由将车辆交付给服用酒类或使用毒品者使用。修法新增加一个重点是没收车辆的规定，无论这台车的所有人是啥人，犯毒驾、致死或者是予人重伤，涉案的交通工具拢会被没收。对食毒驶车，除了修法重罚以外，也要注意第一线这群警察的安全，强化远景的安全站位，善用车辆主车的设备，还有提升毒驾辨识、改善破窗的一个设备，并要求毒驾的犯嫌熄火下车接受检查。要让警察在咧执勤的时阵兼顾安全，警政署规划要增进警察的装备，也讲最近会实施毒驾大执法，全台湾查缉处地。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早起，基隆港的码头有化学品漏泄，浸头仔掠准是互人叫做化骨水的氰氟酸，后来确定是危险性相对较低的氯磺酸，不过也是先封锁码头，清理甲收尾。这也是基隆港西20码头，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拉起了封锁线，因为呢，在早上5点半呢，基隆港务分公司接获通报说有化学品泄漏，可以看到这个远方的 ISO tank 正在冒着白烟，这是因为呢，氯磺酸遇到雨水产生盐酸气的现象。青白烟的 ISO tank 灌式货柜，顶管站是氯磺酸，下卡站是红叫做化骨水的氰氟酸。一开始准是下卡站急毒性的氰氟酸造成的，状况是真紧张。去检查的工作人员穿防护衫、挂防毒面网、旁麻的封条条，避免偏掉也是接触危险。好在在结果厘清是顶管站的氯磺酸漏泄，但是爱安怎掠漏止漏，对工作人员来讲嘛，阁是一个挑战。先把上面那个它打开，确认跑出来的原因是什么，能解决就赶快解决。因为打开有没有？它碰到雨水挥发会更大烟，因为更大。氯磺酸有腐蚀性，拄到水会产生盐酸气含硫酸，是燃料含药物的合成晶体。为咗希望把漏泄的货柜调走，但是环境部化学署的人员要求讲，一定要把这坑保护好才会当刷。另外伫现场嘛划定风头、风尾警戒区，有封锁线，而且做疏散，来降低事故的危害。盐酸气本身也很容易溶于水，所以说相对的，我们感觉影响的范围没有很大，大概只有周边几十公尺的一个状况而已。危害性在局部这样子。对。
这事故发生了后，中贵公司是把漏涉的货柜调到空旷的所在做隔离管制。货主是中华化学工业公司，派人员到场来处理。过程中，化学署北区技术小组透过各种侦测器来量测试颗粒盐酸含挥发性有机物等物质的浓度，拢无检出。业者嘛，伫下晡3:11完成指导。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宣布海上执法的行动结束，展出示台湾一连的图。国讲因为针对逐只经过船进行检查，小想要甲这海峡的主权占去。不过，咱的海巡是强调讲，一直拢有咧监控，嘛有甲赶走。批评中国安尼讲，根本是咧乌白纸。用日本甲菲律宾伫咧进行专属经济海峡EEZ谈判做理由，中国初六开始派几多台船舰伫台湾东部海峡，讲要执行海上交通专项执法。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初十宣布行动结束，展出示台湾一连的示意图，讲伫咧过程中进行扫描检测，巡查铺设海底电缆光缆的水系，也查验198台船。咱海巡严正驳斥中国的讲法，双方伫相常过程拢有对经过相会轮放上话会，跟他部分有回应。部分的是有回应，他的下一个港口等等资讯。那我们回应的话，有的船舶是回应收到，假执法真骚扰。那海巡署全程派舰艇监控，强势驱离，破解中国营造管辖权的假象。海巡署讲，11世纪有2台中国公务船驶伫咱太平岛的禁止水域，海巡艇出动近距离监控驱赶。中国的船无顾到海上航行的安全，两边恶意驶向，经过15分钟才离开。海委会伫社群平台抛出行列，用英文讲，中国正伫咧系统性了台，完全无安全的挑战国际秩序。对方的做法其实就是借着一次又一次的可能突发事件，然后步步进逼嘛，不要说是隐忧，我认为是明忧。虽然中国继续反对，不过菲律宾外交部长拉萨洛讲，菲律宾会继续推进甲日本的谈判，并且讲谈判甲中国无关系，因为相关水域是瓦管台湾，唔是中国。エネルギー安全保障及びエネルギー移行の協力に関する文書や重要鉱物の資源循環等の協力に関する文書が交わされたことを大変嬉しく思います。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甲马来西亚首相安华最十伫咧东京举行会谈，决定伫石油产品供应一个关键矿产的合作以外，也签海上保安机关合作备忘录，被认为是高市政府伫咧推展升级版印太战略的重要一步。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换来看美国甲伊朗。这两国也无拍算要收煞，这礼拜已经第3届互相攻击，造成国际油价、国际欠关。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是讲，这美军已经护送超过200架商船通过荷堡珠海峡，为着要确保全球的能源供应袂断站。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的画面，美国海军伯克级巡航舰麦克莫菲号发射几多粒战斧巡弋飞弹，攻击伊朗的军事设施，包括军事监控系统、通信设施，还有航空据点。规个行动差不多4点钟。这是美国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射来了，美国上新的报复行动。伊朗媒体报道，南部的阿巴斯港、西里克还有米纳布这寡所在，连续传出爆炸的声音，看起来波斯湾沿岸有几多的军事设施受到攻击。对美军的空袭，伊朗也进行反击。伊朗这边卫队讲，军队两边攻击科威特境内2个空军基地，锁定18个美军的目标，也攻击巴林的空军基地。伊朗媒体也讲，这边卫队出动无人机攻击驻地巴林的美国第5舰队相关设施，包括爱国者航空飞弹系统的雷达，还有通信设备。这是美国甲伊朗这礼拜第3遍互相空袭。双方本来维持差不多2个月停火，在互相攻击了，情势阁恶化。大家也担心将对可能会扩大到几个破坏地区，因为中东局势升悬加美国原油库存下降的影响，拜三国际油价规拢起价。在战争情势升悬的时阵，美国总统川普初十讲，美军自顶个月开始甲打，秘密护送200多台商船通过荷姆斯海峡，算起来已经协助超过1亿桶的石油进入国际市场。Something you didn't know. Do you know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Nobody knows it. You know who doesn't know about it? Iran until right now. We took out the other night 22 ships
late at night with no lights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ny radar because we blasted the crap out of it. 虽然川普讲伊朗的高层已经有透过公道讲希望停止轰炸，不过伊警告讲，若是德黑兰无爱接受美国提出的协议，军事行动会继续甚至是升级。公司新闻陈秋梅报道。伫咧西班牙巴塞隆纳的圣家堂是建筑大师高第上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为1882年开始起造，到当时已经超过140年。即阵伊的主塔总算是要风挂完工，教堂有172.5公尺，正做世界上悬的。不过其实也有一部分搁咧起，有计是10年后才会正式来完工。其实有真侪人拢真好奇讲，为怎样这圣家堂会起到遮尔久？高第伊本人是表示讲，我的客户无着急，伊遮讲的客户就是上帝，因为伊这个建筑物是要献给上帝，所以伊注重的是幼工，是细节，时间毋是重点。另外一方面，这资金的来源、复杂的设计，佮加上伊的手稿，捌因为战争受迫害，这拢是影响施工进度的原因。遵照这过程是充满挑战，这工程嘛毋捌动点。即马总算是要完工啊！即马算是纪念高第白逝100年上好的礼物。现场民众欢喜甲欢呼声中，教宗良14世到巴塞隆纳圣家堂的现场，包括西班牙国王菲利普甲王后，也有西班牙总理桑切斯等人。教堂内底来几6000个贵宾，教堂外还有10多万的信徒甲民众，除了参加教宗主持的弥撒，嘛欣赏美丽宴会。el Señor, inaugurante la nuova torre d'aquesta basilica, en el centenario de la morte del venerable Antoni Gaudí, l'architetto de Deu, dedicata a Nostro Signor Gesù Cristo. 良14世即届到西班牙访问，除了是头一届访视当地家家的教宗，伫巴塞隆纳期间，嘛真侪届以在地语言加泰罗尼亚语，呼吁母工族群爱和谐团结。Així es como la ciudad comtal y toda Catalunya es reuneixen en aquest temple, signe també d'unitat e de concòrdia, i aixequen la seva mirada per trobar-se amb el rostre di Dio Pare, resplendente nel seu Fill fet home, Gesù Cristo。经过144年的铺设，这间教堂预定完工的时间也是为2026延到2035年。对这件代志，教宗特别伫致辞时阵强调，这对基督徒有特别的意义。Mucho más que un monumento, la Basílica de la Sagrada Familia sigue siendo hoy una obra en construcción que nos recuerda cómo la vida cristiana es siempre un camino, porque se trata de un proyecto que Dios lleva a cabo。进前教宗为着伊朗的战事，甲美国总统川普互相对呛，所以良14世即届嘛伫访问中强调，身为基督徒袂使一面信上帝，一面鼓励战争。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2026年世界杯卡球赛伫台湾时间6月12饭点过就要正式起鼓咯。比赛流程嘛已经公布啊。头一场是墨西哥对战南非，也若刷落来是南韩甲捷克。即届世界杯嘛有真侪引人注目的所在，这是有史以来头一摆有3个国家做伙举办。不离个所有3位同人知的卡球界传奇人物，可能是上尾一届踢世界杯啊！这嘛，互真侪球迷是特别关注今年的比赛。因若是讲到这个冠军奖杯是真正有影有够值钱，6公斤外奖杯有4.93公斤是纯金打造的，价值2257万台票。48个国家先拼先，看啥人有才调，莫转去。这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世界卡球比赛的门票，头一届用动态定价，平均的价钱比顶一届卡达世界杯贵5倍。全球卡球迷真不满，
毋过，毋管票价关机，会当入场看世界杯比赛人数也是有限。洛杉矶体育娱乐单位因为安尼特别伫离比赛场地10外公里外的洛杉矶奥运纪念体育场安排一系列大型活动，互民众一面开 party， 会当一面看比赛。Here at the LA Memorial Coliseum for the FIFA Fan Festival, our capacity each day is 40,000. And what you can see behind me is fans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come in for a large-scale viewing experience on all these amazing TVs, interactive fan experiences. So really trying to be this very family-friendly, fun festival. 所以这届世界杯会是场内场外做伙闹热。洛杉矶一共有8场的世界杯比赛，除了地主队美国队的首战，还有2场伊朗队的小组赛，对于安全维护是格外受到关注。另外，街头情势不稳的洛杉矶，对于防范国际足球流氓趁机闹事是格外谨慎。伫这场洛杉矶检警调联合大执法记者会，乐观检察长提一张那亲像骹球裁判判罚离场的安排，展员列出检方重点打击犯罪行为。And if you engage in counterfeit goods, hate crimes, violent crimes, DUI offenses, this red card will actually land you in jail. You're not just going to be sitting on the bench watching the games. You'll be watching the games from a jail facility. 另外，洛杉矶警方通报各种送球票，也是抽奖，假造世界杯的名义，伫网络甲电信这种诈骗嘛真济，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这届世界杯分散伫美国、加拿大甲墨西哥3个国家16个城市举行，球场附近早就规划一个一沿的封锁线。不过专家嘛提醒，为空中来威胁，全美国国赛场已经划一个3英里3000英尺以下范围全面禁杯管制区，严防无人机挖进，为世界杯建立立体的防护网。公司国际记者张汉子环，美国洛杉矶报道。墨西哥嘛是今年世界杯的其中一个主办国，官方甲当地特有的四卡水蛇盾考员摕来做吉祥物。不过，受到环保团体批评，讲人都已经强要断种啊，政府说根本无咧保育。伫要举办世界卡球赛的墨西哥市，对大路到轻铁车厂的彩绘，到街路世界卡球赛的机仔和实体的雕塑展示，拢会当看到一种是最显目、造型古锥的非正式的代表物。伊的原型来自墨西哥特有的盾考员。这个物种伫个圆圆的面两边有3支像鸟仔毛的外翅，互人叫做六角恐龙。卖红仔的街头贩仔讲，最近这个真抢市。Sí, es lo que esperamos por el mundial, ya darnos a conocer más por el ajolote. Y pues tengan más cuidado con ellas. 墨西哥盾考员因为彻底失去，甲水质受污染，早就已经面临灭绝的危机。根据墨西哥国立自主大学的调查，目前野外数量已经对1998年每平方公里6000只，降到2014年的36只。过去2档的普查内面，研究人员伫野外甚至连一只盾考员都找袂到。环保团体批评当局摕遗体世界卡球赛做宣传，煞无咧要紧伊的保育。Entonces, para nosotros como asociación civil es algo más que triste, es una negligencia completa que el gobierno esté destinando tanto dinero en pintura, tanto dinero en decoración sobre un animal que está en grave peligro de extinción. Tenemos menos de un año para que el ajolote se extinga totalmente de su hábitat y la verdad es que no vemos al gobierno haciendo nada. 目前，墨西哥市南部最多索基米科地区是盾考员最后会当创立的所在之一。环保人士希望政府会当投入更加侪资源伫保育的用途，莫互这种再生能力加强、更有严正研究价值的古锥动物伫自然环境消失去。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哥伦比亚的外来种河马，因为这生团速度实在上紧啊，已经对当地生态造成威胁。政府就按算为下半年开始，要先甲其中的80只河马安乐死。这河马浸伫水内看起来真享受，不过因的好日子可能存无济咯。因为哥伦比亚环境部评估，若是互这河马伫无天敌的情况下继续拖生，到2030年，因的数量成长2.5倍，会到500只，会危及当地海牛甲淡水龟的生存。所以讲决定今年下半年，要先对其中的80只来互伊安乐死。En este momento, las acciones son indispensables para poder cuidar nuestros ecosistemas, nuestras especies nativas y naturales.
这批河马互看做是入侵的外来种，因上早是贩毒集团的领袖埃斯科巴为着打造伊的私人动物园，1980年代对非洲走私引入，拄开始只有4只，也毋过埃斯科巴互拍死了后，互留伫原地河马走出来，走到附近的河内底，结果拖生真紧，到即阵已经有200只，也因为因甲毒品走私有关系，所以讲互叫做是酷克河马。真矛盾的是，对全球的角度来看，河马是属于应该受保护的，即要面临绝种的物种。也毋过各国政府其实认定因威胁生态，决定扑杀。动物团体主张应该采取节约的做法，也是设法甲因送转去非洲，也是讲送往其他国家的保护区。也毋过，即阵这方法做起来，拢因为成本相关这因素有真大困难。镜头走到柏林动物园，这只叫做法图，真受到爱护的西部基地大猩猩就真好运啊！伊23度过69岁生日，是即阵全世界上长寿的大猩猩。动物园超工替伊准备规拿的礼物来庆祝生日。Das Besondere ist, dass sie nicht nur über ihre normale Lebenserwartung schon weitaus drüber ist, sondern sie ist nachweislich, also auch laut dem Guinness-Buch der Rekorde. Und mir ist auch kein anderer Gorilla bekannt. Ist sie auch der älteste lebende Gorilla auf der Welt. 动物园讲，野生的大猩猩一般敢来活35到40年，也若人类饲的一般会使活较久。也毋过法图种敢若像阿嬷共款，喙齿拢落了了啊！伊上喜的食物应该是细粒的柑仔味加青菜。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阿美尼亚有一种治疗呼吸道疾病的方法，就是让患者伫咧伊早乌山岩的炭坑内底生活一段时间，透过自然的环境来甲医治。不过，因为这目前也毋是一种正式的疗法，所以这健保嘛袂阁补助。听医生的指令，大力喘气、活动筋骨，看起来亲像是伫病院内底的场景。不过，这其实是阿美尼亚一间伫地下235公尺深的诊所，开伫苏联时代乌岩岩的炭坑内底。Օդիոնիզացված է։ Այստեղ ուրեմն ջերմաստիճանը կլոր տարի նույնն է, 19-20 աստիճան։ Կայուն, չի փոխվում։ Դա պայմանավորված է իր ընդերքի խորությամբ։ 这间诊所有各种基本甲5设施，会当互病人伫炭坑内底生活一段时间。这种做法，红叫做是山洞疗法。前苏联国家定定咧用，支持者主张严控内底温湿度特殊，无外界干扰，会当互下肢中慢性呼吸道疾病较好势。有病人特别对西伯利亚来到这，就是想要去山洞治疗看觅咧。 Տեսա, որ սա միակ փրկությունն է։ Ամեն տարի եկել եմ դրանից հետո մի տարի կորոնավիրուսի տարին պրոպուսկատ եմ արել ու всё դրանից հետո 13 տարի, այս 13-րդ տարին է որ գալիս եմ այստեղ։ 不过，山洞疗法属于较特殊的疗法，目前较欠科学证据，所以阿美尼亚的健保对2019年开始已经无过给付这项目。但年来到这间地下诊所的病人，也对300人大减少到大约50人。但是有做这道的人主张，真侪阿美尼亚人拢会利用自然元素来达到治疗的功效，亲像温泉也是海水浴，山洞疗法也是其中的一种。 取消健保给付，除了予呼吸道的病人减一个治疗的选项，也会伤害宝贵的传统。公视新闻由派准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